最后来看美国芝加哥有一个104岁老阿嬷，昨是对13500英尺的半空中跳伞成功，创下世界上最会跳伞纪录。他嘛准备要争取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。伫13500英尺高空为飞行机跳落来，是真侪热爱跳伞运动的人上期待时刻。也毋过详细看，这位跳伞的人头毛规个拢白啊！伊是住伫美国芝加哥高龄104岁的陶乐斯·霍芬纳。平安公路边啊，已经组织真侪民众围观热情欢呼，庆祝这位100岁人瑞完成跳伞。原本上年中跳伞纪录是由瑞典103岁人瑞，伫2022年的5月是创下的。即马跳伞公司希望会当替霍芬纳争取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，改写这项纪录。It was wonderful. It was a nice, peaceful, and I had to keep myself awake so I could see the scenery. 伫完成这座跳伞了后，霍芬纳表示，年纪其实只是一个数字，12月就要过105岁生日。伊的后一个挑战目标可能是坐热气球，因为伊从来毋捌坐过。只是随着人口老化，联合国有估伫2050年时，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会来到16亿，也就是讲地球上每6个人都有一个老人。The fact that we are living a longer life is immense cause for celebration.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leadership,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re essential to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 and to decision-making and governance that is informed by the past while looking to the future. 高龄化社会是以开发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甲趋势。伫2023联合国国际老人日一天，专家呼吁进行多方对话，以改善老人的人权，甲促进世代交流，来解决问题。公司新闻，陈慧仁编译。